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，好開心喺度再見大家啦。因為今次係我介紹一啲特色戶咧嘅第4輯，今次呢間係法式大屋啊。呢間屋嚟講咧，嗰個建築設計係真係叫一步一景。咁啊，呢間法式大屋嚟講咧，坐擁咧，我相信有成萬幾兩萬尺嘅花園嘅，而大部分都係入契嘅私家大閘啦。泊到4-5部車嘅停車位啦，另外有個私家嘅大泳池，另外咧佢個建築都係好有特色嘅，咁啊唔阻大家欣賞啦，一齊去睇睇先。嗱，我哋上到嚟呢一個私家泳池嘅位置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咧建築得非常之漂亮啦。上到嚟呢度咧，你可以見到咧佢其實已經有晒沖身嘅地方啦。甚至係一個嘅涼亭嘅設計嘅，咁而唔同嘅植物嚟講咧，去環繞整間屋，令到呢一間屋嘅層次同埋品味咧，真係大大提升。喺市場裏邊咧都非常之罕有嘅。呢一個花園連喺呢一個嘅泳池中間咧，就設置一個叫做燒烤嘅宴會區啊。咁啊，而外市呢一邊咧就有幾級嘅水池啊，真係叫做魚池嚟㗎呢度。咁而另外一邊嘅設計咧就非常之特別啦，因為呢個就係佢嗰個屋入口嘅瀑布咧，嗰個嘅水源由呢一度傾住落去咧，差唔多目測咧就接近成20尺咁犀利㗎，所以到時個氣勢啊係非常之磅礴。外邊係一步一景，入到嚟間屋裏邊咧係非常之有品味嘅設計，客廳、飯廳，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。屋主嚟講咧，都中意咧有唔同嘅樓層掛唔同風格嘅畫啦。佢係一個橫式嘅建築啦，所以佢全部咧用晒呢一個落地嘅大玻璃嚇。咁啊，上面嚟講咧，甚至係一啲嘅可以一個採光嘅玻璃咧，咁啊將外邊嘅陽光咧去融入咧呢一個屋裏邊，所以整間屋裏邊咧嗰個嘅採光度非常之足夠嘅。好啦，我唔阻大家啦，咁大家細心欣賞。咁啊，一間法式嘅大屋，一間咧非常之有品味嘅園林設計，同埋個泳池咧，真係我相信咧，你要過嚟參觀先至可以細味到咧業主咧佢嗰個嘅用心嘅。咁所以如果有興趣睇嘅朋友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，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。咁啊，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，分別有我哋嘅西沙路分行啦、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。我哋嘅資深同事咧都做咗成20幾、30幾年都有㗎，咁所以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。尤其呢啲咁有獨特性嘅屋嚟講咧，喺市場非常之稀有啊！就算喺整個香港嚟講咧，都唔係咁多見，而係肯放出嚟嘅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！咁記得 like 同 share 頻道，好，等緊你啦，拜拜。買樓怕中火，
揾奇豐至輕鬆。奇豐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空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房價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奇豐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